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这是拜登上任以来头一摆面对面谈话，会讨论台海议题。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3发生爆炸，6个人死亡，81人受伤。当局讲，那像是恐怖攻击，已经达到22个人。伊朗头前示威较大，有15000人互掠去，300外个人死亡。当局武力镇压，宣布甲一个民众判死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真，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G20 20个集团峰会15号要伫印尼巴厘岛起果，美国总统拜登今仔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尼 G20 的机会伫场边会谈。虽然因两个人熟识10多年，不过这是拜登上任以来头一摆用总统的身份甲习近平面对面谈话。会谈进前就放出风声，讲会讨论到台海议题，引起各界关心。拜登昨嘛先伫东亚峰会，和日本、韩国、澳洲的领导人讲到台海局势，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拜登讲，这回甲习近平会谈是要甲双方的红线模糊清楚，避免双方引起误会。另外，北韩试射飞弹，佮罗西亚佮乌克兰战争，拢是会谈的重点。而且美国甲中国的关系是愈来愈歹。美国顶个月佮禁止高阶晶片出口去中国，双方伫各种议题拢徛对反，想要甲对方压落底。即阵拜登的民主党拄保调参议员失处，习近平也伫中共20代摕到第3任的任期。双方这回会谈外界拢真关注。按照美国白宫表示，这届会谈的目的是要避免双方竞争的关系演变成冲突。参加印尼 G20 峰会各国领袖已经到会议地点巴厘岛。主任印尼总统佐科威14早起甲夫人最近坐专机到会，因过夫人伫咧落楼梯时阵三步顺利绊倒。虽然出国访问进前，国内发生恐怖攻击，因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月也到巴厘岛。美国总统拜登伫咧当地时间14中昼先甲佐科威见面，伊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伫14日到会。虽然拜登两个人进前已经通过5遍电话，不过伫咧巴厘岛见面是拜登上任了两个人第一遍面对面会谈。伫咧台海紧张情势升悬，台湾也正做美中之间的重要基地。即马又搁拄好是美国的其中选区，中共20代也确定习近平第3任期，所以两个人第6遍互动特别引起注意。拜登13日对这边会谈发表看法。I know him well. He knows me. There's no, we have very little misunderstanding. We just got to figure out what the red lines are, and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o each of us going into the next 2 years. 美国官员进前讲，拜登甲习近平会面的期间，将会表明美国准备好要甲中国激烈竞争，因过无希望发生冲突甲对抗，而且希望会让找到美中两国实质合作的方法。另外，拜登也准备向习近平提出包括气候甲北韩问题。因那10个正式进行的 G20 峰会，重点会放伫咧新冠疫情了全世界经济秩序的恢复。印尼总统佐科威13正式宣布成立 G20 防疫基金，已经募到431亿台票来应付未来疫情。Namun dana yang terkumpul masih belum mencukupi. Saya mengharapkan dukungan yang lebih besar lagi untuk dana pandemi ini. 伫这边大会期间，巴厘岛周边自10月开始封城，一直到17。采访记者也会接受 PCR 体检，伫室内规定爱挂嘴烟。印尼无希望会议期间真做疫情传播破口。会议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拍了9个月乌克兰战争，这边俄国总统普京无来，由外长拉夫洛夫代替。不过战争所引发的国际通膨、能源危机，并负差距扩大的问题，拢是现主时全世界爱面对的问题。公司新闻金环庆编辑。G20 明仔载要起果，峰会开始进前，今仔日申办企业高峰会议 B20。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冒去，伊是咱台湾头一位参加的商业领袖。刘永伟唔但发表演讲，佮强调台湾是上值得信赖的同伴。这回鸿海开发的电动巴士嘛出现伫 G20， 提供接送服务。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今仔日伫G20国家元首高峰会会展企业高峰会期，以利用创新力量促进未来经济成长为题做演讲，并加做第一位参加B20的台湾企业家。I believe a pivotal moment has arrived again. Taiwan is your most
trusted and reliable partner. Through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let's thrive together and create a better world. 伊指出，世界咧发生巨变，亲像气候甲疫情等冲击，暗过鸿海议员伫新经济体科技产业当中扩大规模。过去付出空捌犯错，暗过会做更较好。甚至飞行进前，中国电酒厂员工道理这事件引起联想。鸿海一卡开发电动巴士 Model T， 这第一摆伫印尼协助集团体贵宾专家的服务。他被邀请因为最主要是这一次集团体的主办国是印尼，那他有跟印尼当地的这个Digicar Energy 会合资来发展电动车跟一些节能方面的一些发展。另外，还有亚马逊董事长兼执行长的贝佐斯，甲联合国女性亲善大使安海瑟薇、阿里巴巴董事长张勇，最后还有全球第一好业人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虽然无亲身到场，也用线顶方式参加。I'm really working at the absolute most amount that I can work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7 days a week. 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将做全台第一位参加 B 团体的企业家，或者分析不只有指标意义，也代表鸿海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受肯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根据日本产经新闻做的民调，干电本乡的内阁支持率已经连续破6个月，目前敢若剩38.6%，从去年10月就任以来上低。另外有7成受访者支持国会立法救济统一教的受害者。来看韩国朝鲜日报，南韩总统尹锡悦伫东亚峰会表示，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违反国际法，中国甲东边国家嘛应该爱遵守国际法，解决南海领土的纠纷。尹锡悦阁强调讲，印太地区若要和平，北韩就爱先放弃核武。来看英国《Times》报道，英国甲法国要宣布一项新的安全协议。法国要加派卡手，加强海上巡逻，阻挡非法移民浪港去英国。根据统计，英国今年的难民人数已经增加到4万人。接落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根据美国 FBI 资料，包括中国、伊朗一寡极权的国家，最近用假身份请真侪探子，监视为极权国家走去美国的反对派分子。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这届其中选举甲共和党的表现无像预估的遐好，风声共和党党内开始咧找新的人选，要取代 Trump 去选2024总统的大位。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市中心13凶发生爆炸，致使6个人死亡，81个人受伤。当局表示，这桩案件哪像是互恐怖组织库迪工人党使人的恐怖攻击，包括抗炸弹的查某嫌犯在内。警方拢总逮捕22个人。整条真济街仔路响闪白光甲惊人的爆炸声，这是土耳其伊斯坦堡市中心的独立大街仔路13响发生爆炸的状况，当场就有真济人死亡。爆炸发生了后，真侪人惊甲赶紧走去看片的所在。警方甲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了后，紧急甲伤患送病院，而且开始做调查，发现一名妇女捌伫爆炸的椅仔坐40分钟，离开几分钟了后，现场就爆炸。迄时炸弹是固定时间，也是为别位所在引爆的。警方就透明去设置炸弹的女嫌犯住的所在搜索，拢总逮捕超过20名嫌犯。Biraz önce olayı yapan, bombayı bırakan kişi İstanbul Emniyet Müdürlüğümüzün ekipleri tarafından gözaltına alındı. Ondan önce yaklaşık 21 kişi daha gözaltına alınmıştı. 伊斯坦堡省长耶里克亚嘛赶去病院看病人，当局暂时把这个事故看作是恐怖攻击。虽然暂时无人也是组织新增犯案，不过警方已经有怀疑的对象。Elde ettiğimiz bulgular çerçevesinde PKK-PYD terör örgütü. Eylemin talimatının Kobani'den geldiği konusunda bir değerlendirmemiz var. Eylemi yapanın Afrin'den geçtiği konusunda bir değerlendirmemiz var. 由少数民族克敌族组织的克敌工人党 PKK 为1980年代开始，就一直发起克敌族独立战争。因捌伫2016年12月伫伊斯坦堡卡球场外口做2届炸弹攻击，造成38个人死亡，155个人受伤。2020年，伊朗甲土耳其连接的天然气管线嘛发生大爆炸，伊朗当时嘛怀疑是 PKK 做的。根据土耳其政府统计 ，PKK 的恐怖攻击到今嘛已经造成4万人伤亡。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
继续来关心美国期中选举参议院这边的选情，民主党礼拜甲亚利桑那州甲内华达州赢落来，参议院摕到50席，正做相对多数，顺利保掉参议院的掌控权。代表拉丁的族群的内华达州参议员马斯托宣布连任成功，为民主党摕到关键的一席，稳掉参议院多数席次。民主党参议多数领袖舒默伫咧推特讲已经得到胜利。马斯托伫咧演讲时阵讲，选举的结果证明共和党极右派对内华达选民的有效失准。This election, Nevadans rejected the far-right politicians working to divide us. We rejected their conspiracies, their attacks on our workers, and their efforts to restrict our freedoms. 亚利桑那现任的民主党参议员凯利也连任成功。佮加上内华达州这一席，民主党伫咧参议院跨过多数的50席，就算是12月初6乔治亚州决选无法度并盘，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依然有最后的表决权。伫过去2年，拜登全力伫咧杀的新冠肺炎纾困法案加降通膨法案，拢因为贺锦丽关键的表决而过关。民主党掌握到参议的多数，也代表全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加政府重要职务的连续案，拢会当顺利过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那众议院这边的选情是共和党占优势，目前民主党摕到204个席次，共和党摕到212个。现任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82岁佩洛西摕到83%的票，真悬的票数连任众议员。这回已经是伊第19届任期啊。因为党内嘛希望伊会当阁出来选后一届议长。佩洛西虽然讲伊还未决定敢要选，不过伊嘛无打算要退休离开国会。伊嘛表态支持拜登连任总统。那共和党这边虽然讲席次占优势，不过因为赢无济，表现比预估的阁较歹，就算讲赢嘛真歹看面。这也影响到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要争取众议院议长，恐惊会有变数。共和党内都有保守派出来要求麦卡锡，讲若想要选调议长，就爱甲因合作。一寡议题爱听因的，若无就要推选别个人选，甲麦卡锡来对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摆其中选举83%压倒性得票率，赢第19个加州联邦众议员任期。选众议院主导权依然还未确定，而且由共和党领先，民主党内已经有人可能一个一摆竞选下一届议长。佩洛西讲，相信家己伫众议无论是毋是做议长，拢真有影响力。目前还未决定是毋是阁争取议长宝座，不过也无提出来拍算。Right now, I've said I'm not making any comments until this election is finished and we have a little more time to go. If you do decide to step away from Congress, how do you want your speakerships to be remembered? Well, I don't have any plans to step away from Congress. You asked me about running for leadership. No, I mean, these votes are very close, so. 最近伫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甲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电视专访当中，佩洛西表示，因为共和党的人选举结果不如预期，无引起ฝ่受参众两院的红潮，民主党伫下一届国会有更较公平的未来甲施展的空间。Whatever the outcome, we're on the path to taking our country to a better place than was being dragged down by the other side. So we'll see. I'm disappointed what happened in New York. That 4 votes could make the differen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but we haven't given up. 目前民主党内高层议会拢较大，佩洛西82岁，总统拜登79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71岁，引起世代交替呼声。佩洛西表示，未来动向会甲家庭甲党团协商评估。伫众议民主党11月30选出新领袖进前，伊会专心伫民主党，毋是家己未来。被问到是毋是支持拜登总统竞选连任，答案也是肯定的。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年9月中，伊朗有一个库迪族人22岁查某囡仔艾米尼，因为头巾无包好势，违反清查规定，去互警察抓起来拍，落尾伫拘留期间死亡。这个代志引起民众上街头抗议，示威到大也未停。伊朗当局嘛加强镇压的猎头，有15000个民众因为示威互掠去，有300多人死亡。代志到大2个月，即阵当局阁对外宣布讲，已经甲其中一个抗议的民众判死刑，
罪名是放火烧政府的办公大楼，扰乱公共的秩序，未无危害国家安全，甚至佫认定伊正做真主阿拉的敌人，犯下身世腐败罪名，这是伊朗当地上严重的罪名之一。外界认为伊朗已经不管国际谴责，开始用司法的手段对付民众抗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打算后礼拜要开会讨论伊朗议题，提出制裁。伊朗东南部的群众周末行上街路化口号示威，自从9月中22岁考着做查某囡仔艾米尼，因为无挂好头巾，和遭到警察抓起来，伫拘留期间死亡了后，同款的抗议活动差不多逐天拢有。示威为街路到校园，搁拓到真济都市，诉求也为一开始争取女权，演变成做要求政府落台群众运动。对这摆1979年革命以来上大规模群众抗争，伊朗政府采取强力镇压，到目前为止至少330人死亡，也有上千人互人抓去起诉。拜日司法部门透露，德黑兰法院已经将一名抗议的人判死刑，罪名是放火烧政府办公大楼，扰乱公共秩序，集会而且未无危害国家安全，甲真主为着犯下人事腐败罪，这是第一件针对这波抗议群众的死刑判决。这追踪伊朗政治留的跨国组织表示，伫伊朗甲真主为着甲人事腐败这两项罪名严判死刑。目前伫起诉的人当中，有9人被控这两项罪名。البته ما یقه اینا رو رها نخواهیم کرد. نظا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ه حساب این جنایتکارا خواهد رسید حتما. 伊朗报告国际时间为反政权谴责的声音，将群众抗争讲是外国势力介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伫下礼拜开特别会议讨论这个代志。公司新闻将回面评析。来关心斯洛维尼亚总统大选公布结果啊！无党籍的候选人穆沙选赢，成做斯洛维尼亚有史以来头一位女总统。而且较特别的是，穆沙过去捌做过美国前总统 Trump 伊夫人梅兰妮亚的律师。甲低头门的穆沙当选斯洛文尼亚第一位女总统了，甲红色后生最近出现。在这边选战，穆沙将对人权法治、甲社会福利等相关问题提出政策，得到真侪选民支持。在礼拜第二轮投票，伊摕到要加54%的选票，赢过保守派对手前外长洛加的46%。穆沙强调，伊相信欧盟的民主价值会继续为捍卫人权甲民主努力。Potrudila se bom, da bom resnično predsednica vseh, da bom garala za temeljne človekove pravice, ustavne pravice in za demokracijo. 穆沙今年54岁，捌做过电视主播，也真做有名的律师。在川普做总统时阵，捌是前第一夫人梅兰妮的律师，为伊伫个故乡处理版权甲其他法律案件。穆沙过去10年领导政府的诉求保护机构。即便用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得到中间偏左联盟的支持，有真侪男性选民票拢投互伊。In da v bistvu predstavlja našo Slovenijo, no, tako kot je treba. Mislim pa, da je čas za žensko predsednico. 穆沙讲，选调了会继续为苏国的女性发声。虽然总统的职务伫个斯洛维尼亚是仪式的性质，行政权是由总理加内阁主导，不过穆沙会责任三军统帅，并且有权力提名包括中央军行行长在内的高官，伊将会伫个后个月2日上任。公司新闻曾回面编辑。自从罗西亚军队宣布撤离赫尔松，乌克兰甲南部这个大城受到转来，民众也国旗上街头庆祝。真欢喜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即马上要紧的是恢复水电供应、修理通信设施，搁爱甲罗西亚大个地雷隆重清掉。罗西亚军队毋但甲当地物资拢搬走，有动保团体搁讲，就连动物园的动物嘛互偷掠去。这位发言人甲乌克兰国旗升水的时段放伫咧士兵的身躯顶。这位士兵是徛伫咧战车顶，用派定会嘛已经撤离的国军，对支付当局夺回哈尔松的控制权，真侪民众拢感觉解脱，心情较轻松。
就以法人送的居民用乌克兰的国旗加广告看板顶头有俄羅斯國旗的海報吐來。Нема світла, нема води, нема інтернету, нема зв'язку, нема опалення, але в нас нема кацапів. 烏克蘭電視節目如果重新放送，聽地雷恢復水電供應等基礎設施是第一個愛做的代志。同時，這也是記錄俄羅斯在這段期間所犯的戰爭罪行。有一位雜貨仔店的店員講，俄軍把因店內物件攏總搶走。有一個動物團體講，俄軍連當地一座動物內的動物攏偷，晚上野狼加碰尾鼠攏被掠去克里米亞。公視新聞吳文玲報道。来看西班牙有一个城镇，顶礼拜六办火牛节。这项活动是把牛捣火物件放伫牛港的牛角顶悬，点火互烧，互牛死过冲。因为活动的过程伤过残忍，动保团体批评讲，这毋是文化，虽然是虐待动物。伊伫爱叫工具放假拖出来，坐落来放放伫场地中央。牛角包火药球身上满，阿毛涂了后，工作人员就点火烧起来。头壳顶互火烧的工具行到伊伫海头，煞安怎也无法度将火拍花。看工具痛苦伊伫走，围观民众伊伫发火，甚至大声笑。残酷场面12伫西班牙中部城镇美迪纳塞利发生。迄天居民举办关注16世纪的火牛节，放火烧牛了后，搁互男性去惹牛，落来干着火工具内顶系勇敢，回过程真无人道。El animal, tengamos en cuenta que lleva muchas horas metido dentro de un cajón. Un rumiante dentro de un cajón no puede moverse, no puede sentarse apenas, con lo que él está sometido a un estrés ya simplemente por eso. 除了工具放关伫下个所在，因牛角顶较易烧起来物件，会将目睭甲头烧着伤，护牛真艰苦。那边将抓工具过程中也一直发生意外，动保团体都批评。主办单位抓着文化，实际上根本就是咧虐待动物。¿Por qué les da miedo? Pues básicamente porque saben que eso no es cultura, eso simplemente es maltrato animal y ellos disfrutan haciéndolo. 除了美迪纳塞利伫加泰隆尼亚、瓦伦西亚加亚拉冈等地区也会举办火牛节，当年大约2500只工具互牺牲。这类活动以前拢有得到政府的补助，动保团体当推动人士要求停止火牛节、喷牛节甲斗牛等活动。加泰隆尼亚议会是已经开始讨论要结束无份的斗牛。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食物浪费已经成做全球的议题。当年有1/3的互人类食的食物讨债拍算去，为着要减少浪费，法国有餐饮业者甲卖无出去剩的菜煮做俗佮好食的料理，嘛有饭店甲剩的饭加互喙食做新的配料。煮正接汤头，搁摆盘送出去。法国巴黎这间餐厅的顾客食个点点有味的菜，拢是用卖无了的菜所做出来的。It's bloody good. It's really delicious, beautiful and clean. 唔通听到剩的菜就烦恼，其实都只知利用是供应商甲超市无卖了，暗过伊元用这食材，业者无法度有期会摕到什么款的食材，加上剩的农产品几工内就会变质，所以每礼拜拢会换菜单。It's a constant juggle because we never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get ahead of time. It's a challenge, but it's interesting. 坚持随机应变，理由是浪费食物的现象在法国真严重。当地每年有差不多1000万吨食物被ทิ้掉，所有800万人一元才被饱。2016年开始，法国开始禁止食品经销商ทิ้掉农产品，超市剩的食物若是还阁用食，就爱管出来。餐厅总铺师也用新的规定，去年开始善用剩的物件，得到不少恶路。All those restaurants in the mall serve bad quality food and throw out a lot. But this place operates differently. It's good quality at a cheap price without endless waste. 另外一间有名的面包店也想要减少食物浪费。面包的总铺师将部分已经袂当卖，不过也是用这面包加脆，加做新的配料。I'm creating a new baguette. I put the breadcrumbs on top. Now people might say this is great, it's green, but what really motivated us was eliminating food waste. We want to keep our clients happy without killing the planet. So how do we do that? 旧面包加做生态友善面包，同款得到人客欢迎。It tastes good. When we find shops like these, we do our best to support them. 经济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估算，全球每年有1/3互人类食的粮食被浪费，或者是损失掉。伫这时阵有800多个人会摇巴肚。
这被浪费的食物生产的时阵，释放二氧化碳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到10%。若先有效运用食物，不止能减少药剂，也减缓气候变迁的影响。公司新闻7万0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